母的要迎接圣诞节，也有一个系列咱即个宣扬福音的季节，也互咱通过主的话，大家来得到勉励甲学习，也要来三角分享进前，要招咱大家做伙来祈祷。主管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赏赐阮对你来属灵的智慧甲开力，通明白主你的教示，也知影你对阮每一个人拢有你的心意，拢有你的呼召，也有你对阮的调明。当阮明白的时，阮知影，阮毋是孤单，阮毋是家己一个在努力打拼，是有主的同在。所以，阮也要学习安怎甲主相同行。看见上帝为着阮所采的标来跑走，愿主你的话成做阮的思考、学习甲帮助。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姊妹，咱顶礼拜有通过，咱拄最近安尼奥运会结束，事实现在嘛还搁咧奥运会呢，因为现在是叫做帕奥，大家毋知影帕奥什么意思帕奥就是为着要一定。原来可能身躯的顶面有一寡困难欠缺的人，同款的咱甲遐世界上高的运动选手，同款入去到伫奥运会的即个叫做殿堂就对昨我看到咱台湾的倒球选手甲外国在拍乒乓，有的可能手天生就是安尼无手掌安尼，但是伊嘛是安尼拍啊。互人感觉讲，迄个活力甲迄个奋志互人感觉真感动。伊目的就是为着要全世界即个身躯有咱讲有缺陷的人，同款会当享受到迄个运动的快乐，甲所有一切人的即个阳光，这是一种真大的鼓励所以叫做帕奥咱看伫即个奥运会的即个。风光闹热啦咱有引用到顶礼拜，咱有用到即个100年前的运动选手叫做李爱瑞伊的故事，互咱来明白讲，有人得到即个世界冠军，伊感觉这毋是伊最后的追求，伊最后追求是迄个永恒的冠冕。咱知影当年拢嘛有遐侪冠军金牌在得到但是伊所要得到是天国的金牌，就是即个李爱瑞。咱顶礼拜有讲起伊几项，互咱感觉真值得学习的故事。第一是伊1924年的奥运会，为着守安息日，就是主日就对啦。迄日拄好排伊上届拿手的100公尺的比赛，伊宁可放弃。但是伊为着要证明讲，伊毋是安尼讲对所在无好势毋敢走安尼，伊就改走400公尺的，竟然即个毋是伊平常时上届内行的即个运动的项目，竟然伊拍破奥运的纪录400公尺安尼，这是伊一个，互人感觉讲安尼13比13高迄种感觉迄种上帝同在，互伊有看见即款的开力。第二，伊是。要追求的，毋是干那世间的荣耀，迄个奥运的光环，伊是要奔向即个生命的标杆。伊过当中，伊就正做宣教师来到中国天津来做宣教师伊做老师，也做受安立做牧师。伊欢喜甲奥运的金牌，苏格兰上届受欢迎的运动员的光环，伊甲扛落来。伊知影迄个暂时的拿定。搁过当中后当，就搁有新的优秀的选手出来。伊所要得到，就是要成就上帝所赐给伊的大使命。第三，伊到最后所得到的是生命的冠冕，迄个生命的冕旒啦咱今仔日读的新翻译的圣经是讲花冠花冠就是咱知影讲迄个希腊的奥运会伊若逐摆若比赛得奖的是拢挑甲第一顶迄个花帽就对啦编的花真水安尼。但是伊所得到的是，伊伫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进前，请了43岁，伫迄个山东日本的集中营来过身去。伊毋是无机会通脱离，因为伊知影伊要甲迄阵1800位的战俘来做伙同生共死。无拍算伊伫内底
营养无够、卫生无够、健康的照顾无够，后来就得到迄个脑瘤，脑瘤无及时的治疗，就过身去安尼。讲伊生命结束的时阵，讲全苏格兰呐，苏格兰人感觉讲，哎呀，亲像家己的囝去无去迄种的哀伤甲毋甘。伊所得到的是生命的纪念碑，亲像伊的即个蒙牌顶面有遐后代的人，家己起的即个纪念碑写一段圣经节，讲听候耶和华的要定心地着开力，因要亲像鹰鸟体势飞悬，因走无也行也无限。这是简单看见李戴尔一生的即个故事43档。那兄弟姊妹，咱看见保罗先生伊伫腓立比书3章13节，腓立比书3章13节讲一句话，讲我只专心一项事，就是袂记咧背后全力追求正面的事。兄弟姊妹，我袂记咧背后吼有足侪解说啦。比如较早，我是一个安尼无认真无拍拼来后壁吼，较早做一寡匪类的代志啦，无啥正经啦咧拍拼，讲我爱袂记后边的，我来拍拼头前的，爱表示改邪归正。但是有的人是，我头前吼安尼足风光的啦，吼，逐项的荣耀、逐项的光环拢有啊啦，但是我嘛甲袂记的，因为我还佫有头前的标要走。保罗是属于后壁这边的吼，当然伊较早伊背叛在攻击基督教，嘛是伊另外一种的伤害，但是伊就是活过来，伊无流连伫迄个光环内底。保罗伊知影讲，伊所要追求，永远只专心一项代志。兄弟姊妹，咱世间，咱伫世间伫社会，你敢干那专心一项事啦？听，哪会当安尼嘛足好啦？大部分人拢无法度。因为咱太无用的啊，对无吼？所以专心是无简单的事哦。但是保罗知影讲，伊遐侪代志要拍拼，遐侪兴趣要做，但是我就是为着要追求头前的事。我只专心一件事，有影会当专注伫这项事的无侪呢。有人在做研究，因为吼，咱伫社会现在这社会的环境中间，无法度通互你专心啦。有人可能伊足趣味遮个事，但是因为伊的工作、伊的生活、伊的家庭，伊无法度。所以咱看见足侪人退休吼，哇！伊家己专心迄项代志，搁定起来用，哇！变做一个足出名的画家呢。嘛有迄个阿嬷吼退休吼，伊走去买迄个足高倍数的摄影机啊，专门咧去翕照啊，走去野外，伊感觉足快乐，有的去环岛。有诶去爬山，因为伊原来迄个兴趣伊无法度啊，伊袂当安尼遐尔天然自在啊，伊都爱为着顾家庭啊，为着三顿啊，所以会当专心诶无济。毋过伫咱信仰上啦，吼，有人安尼讲，你无用，咱诶教会无用，袂当互咱较亲近上帝。你专注、执着、目睭。定伫迄个方向，仰望才会得到。这是咱一个矛盾就对啦。咱当然咱嘛，逐项代志拢要兼顾，但是逐项拢顾了最后，煞动头筋，有时应该做的无做，无应该做一大堆，到最后好亲像一无所成。咱家庭嘛是安尼，事业嘛是安尼，读册嘛是安尼，所以有真侪科学家伊的成功，甚至讲得到诺贝尔奖，你敢知影？伊就是专心一项代志，世间事无咧插。你看会堪要寂寞袂安尼啊？所以专心嘛，等于你都爱忍受寂寞就对啦吼。兄弟姊妹，所以有人咧推动一个游戏啦吼，就是讲咱生活上咱都照安尼咧做，一日时间表拢排满啊。毋过有人讲，是毋是咱来做一个事工减法的游戏啦？比如讲，有人伫咧教会内底青少年来做一个游戏，讲好来，即马你甲一礼拜内你应该做的代志20项甲写落来，安尼，这无做袂使，迄袂做，当个写起来。好来，即马就开始做游戏啊！你想看卖，减5项会使袂？我就开始想啊，这项我要减吗？后来甲这5项减掉，嘛无安怎啦？来，搁减5项啊咧！
慢慢减，慢慢减，减啊到讲你非做不可的，迄项甲留的安尼。共款教会事工嘛是安尼，教会事工毋是节目足多，互大家逐日拢来教会，安尼就是复兴呢。是咱看见迄个上重要，迄个灵命的成长，迄个传福音的事工，迄个非做不可的事，你有法度通甲减，遐无重要甲减，迄重要也甲留咧。所以你有去操作着，咱的同工，咱的兄弟，什么是重要？而且一定要完成教会事，重要搁爱完成的。那我会感觉是，亲像足多咱伫推动事工传福音的人讲教会别项代志会使免做啦，但是唯一一项就是传福音、宣扬主的福音，袂使无做。若是安尼，咱就是讲用传福音成做咱一个优先。你若这项无做，其他做的有可能是拢做也好，无做也好，无一定逐项拢一定爱做的。这咱有法度通去专注伫这项目，这是咱一个条件就对。因为咱讲，这世间真多事，有时你无做，阁袂使互念咧，互人讲咧，所以要安怎坚持，这是咱努力的一项。拄则咱咧讲起，这个吕戴尔，伊追求人生上悬的目标，就是上帝予伊这个标杆。事实咱兄弟姊妹，咱若认真来讲，因为咱顶礼拜拄有讲这个主题啊，有真侪咱的小组的人都咧想讲，咱也无法通逐个人亲像吕戴尔要安怎吼？吕戴尔迄走冠军，我嘛袂当走冠军，我是要学伊着啥话？事实毋是，伊一步咱学一步，是伊的态度甲伊的精神。这吕戴尔，伊有法度通甲世间上荣耀的事，人看做荣耀的事，伊会当扛落来。这就是一个足重要迄个心境，因为伊知影有一个更较重要的伫主遐。这是咱所要学习的。你可能伫你的人生的事内面，有啥物是人感觉讲哇，你非你不可的，但是你感觉讲上帝更较重要，你有法度通安尼无？还是讲，伊原来有迄个好的机会通脱离，但是为着伊的任务，伊为着上帝予伊的调门，伊甘愿留伫集中营。这是变做一个人的迄个兴趣，就像咱定来鼓励讲，少年人你爱看伟人的故事，对吧？伟人的传记，都毋是讲你逐个人会当做丘吉尔，会当逐个人做迄个英雄人物啦，毋是，是因为因的奋斗的过程，因失败安怎佫重新爬起来，迄款的精神，才是咱要学习的。兄弟姊妹，哥林多前书9章23到27节，拄则所读的经节，保罗讲：我只专心这项事。到底伊咧专心什么？伫这段经文内底，伊就是我只专心这项事来，为着这项事来做见证。第一，伊讲我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为着福音的缘故，讲我的目的是要甲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所以我做这个代志，做足多就对啦。应该饲拢甲饲啦。咱台语圣经讲，我做这个拢是为着福音，目的是要甲人分享福音。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第一场有4、5组的福音小组，咱的这个幸福小组要册派。这个就是迄个上重要的基础的精神，就是我要去招无队友来，招会来袂来我唔知咧。招来吼，伊会当对头到尾袂，我嘛唔知。咱用尽办法甲讲福音的好处，伊到底有要怎受，嘛无一定知。但是保罗讲，我为着做这个，拢是为着福音，是为着要甲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兄弟姊妹，那福音的好处吼，大家拢随听吼，咱就免了拍拼，免了努力啊，大家人就来啊。你若讲我办一个活动，每一人来吼，拢分10万块，你唔免排队啊，你唔免花人落来排队啊。是因为迄个看袂到的应允甲价值，咱看会到，所以我要甲即个你看袂到的讲互你听。等你明白的时阵，你就知影迄个宝贵。所以保罗是为着要甲福音的好处，福音阁有好处哦。好处就是关键是有的人唔知啊。就亲像囡仔，咱叫伊都爱食一款营养，
爱食蔬菜啊，爱胡萝卜吼，无滋味你爱食，因为迄对你身躯健康有好。啊，伊都毋知啊，毋知迄个好处啊，所以用尽办法，讲试食看卖，试食看卖安尼。遐尼是为福音的好处是保罗上界优先。第二，伊为着要完成这项事，伊什么态度呢？伊就是专心专注的态度。伊圣经在内底有写讲，伫运动场的顶面伫走的人真多啦，但是敢若有一个得奖，意思是讲大家拢咧拍拼哦。但是你若毋是为着要得到迄个冠军吼，你就无迄个通走啊！你听有吼？哦，我走一个好，猛走，啊人走遐紧，我慢慢啊走。你无迄个得胜的必胜的决心，你就袂当突破家己嘛。啊，所以咱全世界吼，全世界像较早要咧走100公尺的时，人讲啊，世间人吼极致啊，吼。世界人上极致的吼，无法当超过，无通加伊10秒。意思讲吼，10秒较继续话，就是人的体力的极限啊，就对。无拍算讲吼，伫这几十年来，走过10秒以来吼，已经足侪人啊。啊，即马阁有人想要阁甲突破。跳远嘛是安尼，跳远啦吼，几公尺，阁继续看。啊，遐撑杆跳。即摆奥运会撑杆跳吼，是一个北欧的人得到的咧。伊过无几礼拜，前几工因阁超过伊家己伫奥运的成绩啊。你讲伊讲到极限啊，哪会阁想要阁去哩？是呢，伊要一个夺标的心。保罗为着要传福音，伊就是用即款态度。我就是要为着得冠军，要不你上场要创啥？陪跑的啊，陪打的，毋是。虽然失败，但是我的心是，我是为着要得到冠军。啊，若无迄个熬的人，都互伊去上台就好啊，免拍嘛，免拍，我让你就好啊。所以保罗伊用迄个专注的态度，为着要夺标。第三啊，我专注要夺标，你讲要夺标就夺标，毋是啊。伊讲我就是严格训练，我严格训练追求冠冕。伊用咱运动员吼，因为保罗吼。伫即个哥林多讲的这话是伫倒位？你敢知？哥林多就是伫希腊雅典的南边啦。哥林多吼，所以迄个时阵，迄个2000年前，迄个时代，因迄个咱讲奥运会是对雅典即个所在发展的嘛，希腊发展出来。伊讲这吼，哇，哥林多人拢随听随知影，就像迄个譬如讲啊，真清楚安尼啦。啊，所以伊讲每一个运动员拢爱接受严格的训练。为着要争取迄个会花的花冠，啊，咱拄啊讲花冠，也是讲迄个冠冕吼。但是保罗讲，连运动选手都知影，伊要追求迄个会败花，就是会败花意思讲过就好啊，过就无人阁会记啊，阁过几档就无去啊。但是讲，阮所要追求迄个未朽毁坏、不朽的冠冕，就是迄个灵魂的得救。迄个未毁坏的冠冕，保罗用这款的心智，在面对传福音这项事。第4项，伊家己提醒家己，我是按照目标来走，对目标来直奔吼。伊讲什么呢？我亲像斗群的人，每一群拢无落空。我严格对付家己的身体，为着要完全控制伊，免得我调换别人参加比赛，家己煞倒汰去啊。即句话是互咱真大的警醒就对啦吼。意思讲，我咧拍拳头，毋是乌白拍空气啊，拍啊，规身躯舞啊，规身躯喘甲啊，体力拢无去啊。啊，我流汗啊，毋过啊，也无啥物效果啊。我就是专注，吼，每一拳拢无落空。伊讲我严格对付家己的身体，咱知影咱的身躯吼，是咱家己的，咱嘛足爱照顾，有时吼，但是咱知影讲咱的矛盾就是你疼你的身体哦，你都爱操练咧，迄是毋是足矛盾的？然后我是安尼规食饱困饱食，啊，毋是对我身体上界有害吗？毋是啊，你也去晒日，你也去运动，你也去流汗，啊，为着要完成，你要得到一项的技术，你都爱一直学习，一直学习。啊，所以有人咧讲吼，奥运选手吼，哇，
着冠军是大家拍扑啊学落啊，但是迄失败的人吼，你甲骂甲要惨的，实在是足无人性的。伊毋知为着要上场拍迄个比赛，迄个毋知用几百摆、几千摆啊！即摆咱奥运会台湾有一个猫王哦，猫王就是专门咧做吊单杠迄个啊，吊单杠迄个。伊伫平常时毋知练过几千摆、几万摆啊，毋过奇怪呢，爬去你奥运的迄个单杠吼，害无几下就跌落啊！你讲啊奇怪，我平常时都训练啊，是真爱跌咧。啊，无拍算讲伊跌落吼，后壁面骨也拢对伊跌落安尼。啊，这实在是哦，有人讲可能迄个奥运的单杠哦设计了无好，啊，所以本来是讲啊，规气啊放弃啊，跌落你若一个单杠摔落来吼，你要得分是无机会啊，有人干脆放弃啊，伊毋是啊，伊佫笑啊，佫爬起哩，哇，佫完整就对啦，佫定来甲伊平常训练的一套拢甲用啊了，是讲啊，我嘛是我爱对付。我对会起家己啊，我甲做了啊。啊是讲啊，你偏啊，忙个，就爱准备啊，环保互我走，无拍算后壁，足侪我优秀的选手有哪摔落去安尼，到最后伊得到铜牌啊，摔落去嘛得到铜牌，是呢，后壁的人嘛对伊安尼啊，你若一个都无好啊准备吼，啊，这个机会就无去啊。啊，所以保罗伊用着运动选手即款的心境，每一个人拢无落空。最后一句话，互咱真大的警醒。伊讲，免得我调换别人参加比赛，家己反倒受淘汰。哇，这是互咱真大的提醒呢。咱基督徒，我已经入去教会啊，我已经安稳啊，天国的门票摕到啊，也无要拍拼，也无要认真，也无灵修，也无要带人信主。到最后吼，人后壁比你信主的，迄加我认真，加我拍拼的，佮最后传福音的。保罗就是讲，我惊安尼，互人淘汰去啊。咱敢袂惊淘汰？有时会哦。教会服侍嘛是安尼，有时你会想讲啊，这个工课哦，非我不可啦，吼。啊，不过后来人有人较谦卑认真，后来都无需要你，人嘛做甲。所以保罗就是用这款谦卑啊，对付家己，控制家己的身体，伊惊了受淘汰。啊，这是传福音。上界奇妙，也是上界重要，保罗会成功的原因啦。啊，所以咱引用着顶礼拜咱即个吕戴尔吼，伊要上场参加迄个伊无内行、无拿手的400公尺，伊人足紧张，迄肌肉拢顶起啊。伊的按摩师，伊的迄个训练员，甲伊传一则圣经节，就是即节。撒母耳上卷2章30节，伊讲因为尊重我的，我要尊重伊。藐视我的，伊要受轻视。李大有规个重担拢放落来，伊知影讲头前我为着荣耀上帝，我已经做够啊，剩的就是交我主啊，所以要放心快乐，啊咧走吼，像咧佚佗安尼，啊头壳夹悬悬，喙开开，啊走到变做破奥运会纪录安尼。李大有伊的见证，毋是讲咱大家会当亲像安尼，是伊的心情。伊的心境，互咱学习安尼，兄弟姊妹，话讲倒转来，咱逐人拢有一条，亲像人生像一条跑道共款。李戴尔100换400，伊嘛是拼冠军。兄弟姊妹，咱人生有真多跑道在走，你是毋是有选择到迄个上水上好？上帝为了备办，让得到奖牌的跑道。所以咱基督徒。知影世间的努力，拢白白共款啦。你要得奥运的冠军，你都要训练嘛；你要得学术的公权，你都要认真研究嘛；你要做帮助人的工课，你要做医生，要做老师，你拢有一套规矩通互你去追求。但是基督徒是超越这个，就亲像吕戴尔伊要追求的是这个永恒的冠冕，咱嘛是要找到一条永恒的赛道。迄条赛道是走往。迄个冠冕是迄个荣耀、永生、活命的冠冕安尼。所以有人咧讲赛道啦吼，有人做即款的譬如真有意思。伊讲现代人的赛道，现代人啊，咱现代人，对这个工业时代的现代人，咱拢亲像互人锁入去一个大机器内底，吼，你我大家拢亲像社会的一粒小螺丝啦。你爱早起6、7点就爱起床出门，
爱去打卡，你爱去参加即个公司啊啥的你的工作啊做啊几点休困，食中昼，搁做啊来下晡下班，反正迄工课就是你互人加入去内底，你走袂去安尼。啊，所以对工业革命了后，人的生活拢大变化。对农村时代进入到工业时代，人亲像咱遮较早咱对动物较无遐尔啊友善拢甲迄饲鸟饲迄碰鼠有无？啊，放一个链啊伫遐，互伊走。你看到足快乐啊！迄碰鼠实在是足气的，讲你互我关伫遮，互我走安尼。但是咱人有时会亲像安尼咧。我顶日看到一个足出名，就是咱知影迄个真百年前啊，迄卓别林人讲世界上出名的一个电影人啦，伊一个笑匠卓别林。伊演的一出电影叫做《摩登时代》。这个《摩登时代》是1936年你看，民国25年，1936年就是90年前的电影。迄阵是无声的，无声电影。迄阵可能迄技术无法当教，比如我咧讲话你翕落去，我讲话也当伫声出来，就是叫做默片的时代。伊做的迄影片，到今仔日，人感觉讲伊是美国电影历史上伟大的电影。是卓别林上出名的电影。这电影是安怎出名？就是因为伊甲迄个时阵人进入到工业社会的无奈甲限制，来描写出来。到今仔日已经8、90档人看到嘛是会会心的微笑就对啦。这个摩登时代安怎讲呢？伊讲，这个摩登时代就是工业革命、工业化的时代，经济大萧条，大批工人失业，所以工厂对人的剥削足严格啦。这个卓别林，这个主角伊是工厂一个伫生产线顶面的一个钳工伫专门伫做迄个单独的一个单调的工作安尼。伊讲单调，搁疯狂的机械劳动，互伊规个精神拢失常去安尼。所以说变说，伊煞大闹工厂，就对到尾互人甲撕掉变流浪汉的故事这是网络顶面拢有，嘛有专片拢有伊这是一个短的介绍的影片咱来看伊安那演出，有声的咱开出来。伊这是后来搁互人配音的啦。这嘛经过数位，搁加改良这是一个，互人感觉讲足有感触的。你看90几年前，伊咧讲起咱现代人的无奈。伫迄个大机器的下面伊变做一个单调的工课，好佳哉啦！
即马听讲机器人拢要代替遮呀，毋免咱做啊。啊不，毋过咱无做这，是要搁做啥？毋知影咧。搁强，咱伫这大机器内底要哪保持家己的自我，真无简单。搁强就是你伫赛道走了方向对啊毋对也足重要。真侪人伫世间有足侪假的竞赛，啊你走啊毋知人去到最后哦，浪费你的心力，最后一无所获。你若安静来甲想讲，我活到这个岁数，牧师活到这年纪，我一生中间到底做过足侪无聊的代志，加做的就对啦。啊若方向毋对，咱讲开始预备起走，啊你若方向毋对，你愈努力是毋是愈走愈远啊？你若方向毋对吼，你走愈紧的，愈走愈远哦。啊，佫有一个小小的影片足古锥，毋知咱捌看过无吼？这个影片。小朋友的比赛，接力赛。你会看着感觉会心的会笑吼，囡仔古锥嘛，啊，这放的看落来，佫走倒转去，所以表示讲，这世间有真侪赛道吼。第一，你要选对；第二，你要走对方向。啊，咱基督徒人生的方向、生命的方向伫倒位，迄足重要。啊，无彩你无用吼，人无用一世人，到最后是空空。啊，所以咱看见但以理甲伊的同伴吼，但以理甲伊的同伴，咱知影但以理伊迄阵是国家亡国啊，互人掠去到伫异国的他乡的王宫，因为少年嘛，啊，佮缘投，啊，佮身体真才水，啊，互人去到王宫要训练吼，训练要来服侍国王就对。但是伊发现讲，因遐的拜过的祭物吼，伊无爱食，所以伊就甲伊的同伴选择讲，我要甲上帝同行，我无爱食遮的。啊，那伫人的控制下面，你要怎做遮个代志？伊就用尽智慧来避免。伊讲决心无要把王宫的食物甲酒，免得家己的礼仪会拄着无清气。这则经节是安尼写，伊讲，但以理决心毋食王宫的食物甲酒，才免食遮个物件，互家己拍拉撒。伊就请求太监总管温准，无互伊拍拉撒家己。上帝互但以理得到太监总管的怜悯甲好款待。太监总管对但以理讲：我惊我的主，我的王，伊已经指定恁着食遮个食物。万一伊若看到你比其他的少年人较消散歹看，伊会斩我的头。迄嘛是人总管的责任嘛吼。但是但以理安怎讲？但以理对太监总管派来监护伊，啊，佮三个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阿萨利亚的人讲，请互你的仆人10日的时间，阮干那食遮的菜，干那食菜甲啉水就好。10日后，请你将阮的面容甲遮的食王宫食物的少年人来面容比较一下吼，然后再照你的观察决定我要安怎处理。伊对尊敬上帝有信心，干那食水甲菜。哇！咱圣经记载讲后来吼，伊的面容、伊的皮肤哦，佫比遐少年人食遐大鱼大肉的佫较水安尼。所以人的迄个态度甲决心真重要。你有啥物款代志是你所坚持的无？你甘愿为着这个坚持来付出代价无？佫像保罗讲，我专心一项事，为着迄个永恒的目标来走。有一个故事咧讲起，美国有史以来头一个啦，到迄个北极点，咱现在北极吼，冰拢咧融啊，但是伫100年前吼，迄北极是无人多人去的所在。有一个叫做罗伯特皮里伊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佫有一个前提啦吼，就是讲，伫1877年，美国的一间包登学院吼毕业典礼，有2个毕业生。室友就对啦吼，
一个叫做查理，一个就是罗伯特。因就互相讲：啊，你毕业啊，你想要创啥？你的人生的目标，你的立志是要做啥？这查理甲伊讲：哎呀，我看见这世间哦，有钱上好啦，所以我立定目标，要认真打拼来赚钱，真做有钱人行路有风安尼。啊，这个罗伯特讲：哇，恭喜你，万讲你会成功啦。啊，换这个查理甲伊问讲：啊无罗伯特，啊你想要做啥？伊讲吼，我立志要成做一个探险家，我要去到人毋捌去过的所在来研究、来探险安尼。啊，大家迄年毕业，大家就再见啦，对无？32年后啦，32年。1909年，两个毕业生的结局，这个查理因为一心想要趁钱，啊贪心变做诈骗犯，啊，人关是关监狱内底。白白是共一个学校的同学哦，但是这个罗伯特·艾德温·皮里，伊是一个美国的极地探险家，成做后来变做海军的少将。伊足侪摆去探险，咱知影世界上大岛叫做格陵兰，就是伊证明讲即块岛吼是独立的一块岛，是世界上大的岛安尼。啊，伊上出名的故事就是1909年4月，伊率领即个探险队，伊用雪橇，就用人的办法，到往北极点。伫4月初6这日到迄个北极点，真做世界有史以来头一位用雪橇用行的到北极点的人安尼吼。啊，这是罗伯特·皮里，啊，伊是穿的这是迄个海军少将的衫吼。啊，这是伊要去北极探险的迄个皮衫吼。哇，看到感觉讲，甲咱的想象拢无共吼。啊，这是伊当时要去北极的迄只罗斯福号。啊，就是迄阵的罗斯福，迄老罗斯福吼，啊，迄个船去到北极的所在，安尼拢结冰的所在去遐拍拼。啊，这个是伊伫船顶翕的相片，因为伫北极迄种温度零下几啊10度吼。啊，这是因到伫北极点举国旗伫遐咧庆祝的相片。兄弟姊妹，这个罗伯特·皮里甲伊的同学。因为人生的志向无共款，因所得到的效果，一个是关伫监狱内底，一个是互人所来欣羡，也是讲所尊敬的北极的探险家。兄弟姊妹，保罗伊讲要奔向标杆，伊的目的就是要为着灵魂得救来努力。伊讲我为着福音的缘故做这个事，目的是要甲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是啦。兄弟姊妹，咱人无可能讲遐纯粹，讲啊，我都干那真正大项代志拢免做，干那要做这。有时，咱是较重要是讲，我甲什么代志看做较无重要，较次要，什么是较重要？啊，然后较侪时间、较努力往这个目标来跑走。保罗伊为着要永恒的灵魂，伊专心一项事，是毋是？咱今仔日小等下，咱要为着中保大岛的同工，因为着这个属灵的精进来祈祷。咱的幸福小组一队一队，安尼经过2个月的筹备，今仔日要来到咱头前，伫遐受车派、受祝福。兄弟姊妹，人吼有真侪目标拍拼，但是吼，你感觉讲迄拍拼也足有意义的吼？毋是用人的价值来评断，是因为上帝看做是好。这个永恒的目标就是。咱看见福音的需要，互人来明白福音的效果。所以这时咱要先做一个祈祷，然后要为着这2个团队来做车牌。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互阮通伫主的内面看见保罗先生对阮的勉励。我只专心一项事，就是袂记你背后专心追求永恒，也是头前的事。俾上帝。侪美好的模范，得互阮学习。阮人的一生短几十年，极100年，什么是会当留落来？什么是会当伫上帝面前看作是好的？主求你保守阮，互阮对你领受到这款属灵的智慧甲气力，排除万难，欢喜奉献，互主所用。主啊，因为你有应允阮，
阮爱成就你的国甲你的义，就其他的一切，你拢要为着阮备办。优先次序就是遐尼宝贵，就是遐尼美好。主啊，阮为着这个带导团队以及这个幸福小组的同工祈祷，是呢因欢喜要追求将永恒的事，专心伫这项，要互主所采用。愿主你亲自圣神归在应允伫因的身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这位咱下面。